點解就嚟過年都仲係度日如年嘅？喂，飲唔飲咖啡啊？唔啦，戒咗，不過飲梳打水健康好多。唔得，我喺西就要飲，我飲唔到咖啡，我覺得今日未做到我應該做嘅嘢，我要飲2杯。唔知係咪我錯覺咧？今年好似特別漫長咁樣嘅。唔係錯覺喎，舊年過年係1月29號，但係今年過年係2月17，即係今年我哋上咗差唔多13個月班。大老細淨係發咗12個月嘅工資俾我，蝕多咁啊！梗係漫長啦，年底本身多嘢做噶啦，仲要寫年終總結，都唔知有乜好寫，我寫咗成個月都未寫完啊！好簡單啫嘛，運用一下語言嘅藝術咪得咯。點運用啊？我連 KPI 都未完成，今年進步明顯比啲未來可期。我仲寫小組推添喎，為公司節省咗寶貴嘅資源，每日上班仲有一半時間喺度摸魚喎。以工作時間精細化為揸手，沉澱自我，倒逼自我，反哺公司。由你做我媒人，今年過年我一定脫單，冇問題。對唔住，我中意靚仔。又係，就嚟過年啦，都唔執下自己嘅樣。你做咗成年嘢，面色暗淡，胡子拉碴，不似人形，過度勞累，彷彿身體被掏空，都仲未到年29，就成個年初4咁樣，邊得人中意至得㗎？俾啲親戚朋友見到笑你添嘛。咁係應該保養下嘅。我只不過係做咗1年嘢，返到鄉下就俾啲小朋友叫哥哥啦。唔係喎，你都做咗成年嘢，點解你咁靚仔嘅？好簡單，因為導演、編劇、化妝、攝像都係我嘅人，我有乜嘢可能唔靚仔？你講咩話？哦冇，我話係因為我去咗屈臣氏咯，咁啱今年係屈臣氏集團成立185週年，開咗一間屈臣氏沙面復古店快閃開業，又咁啱有一個男士理容區域可以體驗型男速做嘅服務，咁我幾大都要去體驗下啦，係嘛？你睇我體驗完之後幾清爽幾自信，咁剃鬚刀都可以去其他地方買嘅啫，點解一定要屈臣氏啊？梗係因為屈臣氏集團用咗185年，由藥房做到健康美護巨頭，全靠品質保證。去屈臣氏買嘢又方便又放心啊嘛！好似我屋企咁，我乾性皮膚，我阿爸油性皮膚，我阿媽中性皮膚，我女朋友敏感性皮膚，我哋一家4口一共4種皮膚，分開買護膚品揾都有排揾啦。但你嚟到屈臣氏就可以一次過搞掂晒，因為自從1939年百雀羚嘅第一款自然面霜問世咗之後咧，今時今日為止，屈臣氏已經可以為大家提供1598種面霜任君選擇，盡力為全家人各種唔同嘅膚質都可以揾到合適嘅護膚品。唉，總之大家夾手夾腳做埋啲嘢佢，收工我仲要同屋企人行街。喂，唔係咁冇義氣，留低我2個喺度加班係嘛？我冇義氣，我辛苦過你哋啊！我陪阿媽行花街，20斤年貨，咁大棵桃花我單拖托翻去啊！行咗2個地鐵站啊，行啊！哇！陪完阿媽又要陪女朋友，我都不知幾想加班。你喊咩啊？我都想加班，我都唔想陪我女朋友。好似好有故事咁喎，講嚟聽下。我女朋友話今年過年想換個形象，染個頭髮。好事啊！問題佢唔知染咩顏色。你覺得我染咩顏色好睇啊？咩顏色都好睇。哦，hair down。唔係。你覺得我染紅色好睇定染金色好睇？紅色。即係你覺得我染金色唔好睇啦？金色都好睇啊！咁你話染邊隻色好啊？當然，嗱，染完紅色，染金色嘛。咁樣好傷頭髮㗎。唉，玩你唔講。我點算啦？嗌咗你哋平時 keep 住進修，學好啲 AI 㗎啦。有咩用啊？可以幫我氹翻女朋友嘅咩？梗係唔係啦！有咗 AI，你咪可以帶佢去屈臣氏沙面復古店體驗 AI 實時換色咯。我染呢個顏色好唔好啊？染髮最緊要嘅就係安全，萬一染完髮就甩晒啲頭髮，咁咪即係白染。自從1997年首批家用染髮劑進入中國，屈臣氏集團同施華購合作嘅家用染髮劑，就令消費者可以更加安全咁選擇任何喜歡嘅髮色。屈臣氏見我全家人都咁支持佢，仲送咗個185週年嘅禮包俾我添。大家過年有時間，咪去屈臣氏沙面復古店度行下。哇！搞咩啊？兩個突然間變得咁靚仔嘅？點知你要回憶幾耐？我哋見屈臣氏小程序閃電送，最快只需要3分鐘。趁有時間咪買啲屈臣氏嘅產品護理一下咯。 Good job 喎！趁我打廣告嘅時候，你哋又打個廣告。落班
走人。落咩班啊？仲有嘢未做啊？年終總結，我交香啦嘛。仲有其他嘢要做啊！有啲咩嘢留翻下一年再講啦，好嘛？唔得啊！點解啊？今年年會老細又要我哋表演節目啦！有冇搞錯啊？平時叫我哋做牛馬咪算咯，仲要我哋牛馬扮馬騮。咁我哋表演咩節目啊？簡單啲，唱歌，咩都唔使準備，直接上去唱就得啦。就用背脊唱情歌。我哋負責出背脊，你啊負責唱情歌。唔識唱啊！你點會唔識啊？你粵語歌小王子嚟嘅喎。陳奕迅、古巨基、張學友我識，湯寶如我識，湯靈沙啲咁緊急嘅我唔係好識。咁第啲辦法啦。詩朗誦用背脊唱情歌節錄，麻煩各位都不忘我，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，聽完的人請你扮傻。單唱筆穿唱正，其實路人並不傻，都猜中我為你捱盡折磨，眼淚若嫌多，用背脊唱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